主后2023年5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愿上帝主持公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第7篇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做我的避难所，保护我。求你解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。若无，因会亲像狮疼离我，疼甲喙糊糊，嘛无人通救我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手若有做毋对，有对朋友用歹报歹，还是无缘无故抢夺敌对我的人，我若有做这个代志，就出在对敌入我到掠着我，将我的性命踏伫涂骹，将我的尊严变做土粉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发出受气，徛起来对付我对敌的大受气。求你为着我醒起来，照你的旨意审判。愿万民拢聚集伫你周围，愿你搁坐伫宝座伫你因。上主审判万民，上主啊，求你裁决，判我做义，定我无罪。求你互歹人袂搁做歹，互义人徛在，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。上帝是我的盾牌，伊拯救心正直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伊逐日对不义发受气。人若毋反悔，伊要磨伊的刀，扭开伊的弓，准备变。伊备办致命的武器，伊射的是火的箭。你看，歹人都无邪恶，怀因毒害生出奸诈。伊乌屈，骨互伊深，竟然跋落家己设的陷阱。伊的毒害会倒转到家己的头壳，伊的强暴会落伫伊家己的头壳顶。我要因为上主的公义感谢伊，我要称赞至悬上主的名。愿上帝主持公义。大卫王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王，对基督徒来讲，伊也代表信仰的典范。因为大卫王甲上帝有真亲密的关系，伫真侪人的想象中，大卫应该是人生一帆风顺，真紧就会当做以色列王，搁建立稳定强大的以色列王国。毋过，咱若认真读旧约，咱通发现，毋是安尼。大卫少年的时，只是无互老爸甲兄哥看中的饲养囡仔，总是大卫敬畏上帝，后来搁奉上帝的名拍倒互以色列人失打的歌利亚。了后，大卫到伫王宫服侍扫罗王，人生也出现危机。假使真做以色列人的王，就是上帝的祝福。大卫通讲是成功的，总是大卫毋若是伫成功的时倚靠上主，伫危难的中间，伊搁较安然掠牢上帝毋放。对圣经的记载，咱通知影，大卫拍倒歌利亚了后，受人民真大的尊敬。扫罗对伊安尼就大大嫉妒，感觉大卫对伊来讲是真大的威胁，所以扫罗千方百计想要杀死大卫。
若是代笔用敬畏上帝心回报即个想要杀伊的扫罗王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代笔清楚表达家己问心无愧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若有啥物不义，双手担染做污秽，对朋友恩将受报，纵容无故对我惊吓的敌人，就互对敌追赶我、掠掉我，互伊甲我杀死我，互我死伫尘埃的中间。即款的表达，互咱看到代笔虽然伫扫罗的威胁下，要坚守上帝的教导，持守敬畏上帝的心。今仔日的咱，无拄拄着亲像代笔迄段当时共款，受到性命的威胁，总是咱也有咱的艰苦做的所在，还是遭受到别人的排斥甲打压。检采有人伫工作上，还是生活中，处处咧为难咱。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艰苦的所在，甲压力，就亲像代笔共款。总是对即首诗的中间，咱通看到代笔对上主的信心是坚定的。即首诗是代笔伫受追赶的下面写的。在当时，代笔虽然有坐一摆的机会，通下手夺取扫罗的性命，总是代笔以敬畏上帝，并无下手杀害上帝所抹油的扫罗王。虽然是安尼，代笔也无认为家己通受人宰割，所以一直在咱的中间求上帝施行正义，求上帝出手制裁遐个想要害伊的人。代笔相信上主是公义的上帝，伫上帝面前，伊无客气来控告遐个追捕伊的人是邪恶的，求上帝出手刑罚因。伫咱的生活中，有时阵可能因为服侍感觉到委屈，还是伫苦难的中间感觉失去希望，咱着学习代笔，千万毋通互羞愤来占条咱的心，互咱失去良善，是爱对上帝有信心，诚实向上帝来讲出咱内心的委屈，求上帝为咱主持公义。默想，面对欺压、大受气、愤怒的时，我着安怎祈祷？面对受欺压、愤怒、受气的时，我着安怎祈祷？做伙来祈祷，主爱天父上帝，我要承认家己的无助。当我受欺压的时，求你毋通互我有羞愤占条伫我的心，帮助我所讲所行合你的旨意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